今次5月7號，星期三記谷草夜賽。今期揀咗2場馬，要咗布文呢口孖寶，暫時都有成50倍，期待佢星期三做 OK 哥，唔好做 Hello 文。大家好，呢度係賽馬零簽，運用報紙記黃大仙賽馬零簽，同大家解讀賽馬日心水。而家馬上同大家睇睇布文呢口孖寶先。第3場，第4班，草地2200米。先同大家睇零簽，報紙對應第3場記零簽係67，人須勇力不能當。睇到呢句零簽，對應亦可以用見字解字記方法，對當中嘅人字，所以我就會先選布文廖康銘呢隻2號綠色巨人。其次亦都提供配腳俾大家參考下，分別有1號掌聲、3號八進笑聲同埋6號捷足奔馳。孖寶尾關，睇第4場，第4班1200米，草地。報紙對應第3場記零簽係第2簽，枯木逢春盡發生。報紙提供記第2簽，所以最簡單直接先選2號超霸勝。呢個亦都係解讀零簽記其中一個方法，大家不妨參考下。其次亦都提供配腳俾大家參考下，分別有1號線路達飛、3號你知我得同埋9號飛王。最後總結一下，今次就播下呢口布文孖寶，現時有成50倍，就係第3場2號綠色巨人搭尾關，第4場2號超霸勝。最後祝各位朋友好運。